其實好難咁樣答嘅，因為我覺得當然即係成績嚟講，我覺得永遠都可以再好啲嘅。咁同埋我覺得自己亦都好多嘢可以做得再好啲嘅。咁所以我諗可以話係覺得自己都算係好順咯，好多嘢都。咁當然亦都經歷咗好多高高低低啦。咁但係總括嚟講，其實自己算係好幸運咯。其實演唱會叫 Shiga vs Shiga 咧，係正正就想講希望可以突破自己啦。因為入行都5-6年嘅時間，咁呢一個係我第一次舉行嘅一個個人演唱會。咁希望因為過往其實冇乜機會可以同啲 fans 啦，或者係觀眾可以喺個台上邊傾好耐偈啊，或者係互動一個比較長嘅時間。咁今次係真係第一次可以有一個自己個人嘅演唱會啦，去分享一啲入行以嚟嘅經歷啦、故事啦，或者係之前冇機會去講嘅説話啦。咁都希望今次嘅演唱會度可以同大家多啲互動啦。咁同埋亦都希望俾大家知道，即係都入行好幾年啦，我可能而家即係已經唔係初入行嘅連詩雅啦，即係可能初入行嘅時候都即係個人比較都仲係好少女啦，或者係即係少女心事多啲啦。咁但係其實而家漸漸一年一年咁樣慢慢長大啦，咁所以好多嘢都同過往好唔一樣。咁但係之前就一路都冇機會去同觀眾好好咁樣去分享呢一啲經歷，咁亦都希望喺呢一晚上可以同大家好好去傾下偈啦，同埋好似一個分享會咁樣咯。咁亦都好多嘢都希望可以透過呢一個演唱會突破到自己多啲嘅。